當精神健康惡化嘅時候，我哋應該點樣保護家庭財產呢？香港人嘅平均壽命越嚟越長，但隨住呢個趨勢，老人家嘅精神能力亦可能會下降。如果缺乏法律規定嘅精神能力，法律上稱為行為能力，我哋冇辦法進行最基本嘅金錢交易，例如去銀行提款支付醫院嘅賬單。持久授權書，為咗避免各種機構或者政府部門拒絕接受你對金錢交易嘅指示，你應該考慮設立一份持久授權書。根據持久授權書條例，持久授權書允許你選擇一位值得信賴嘅人，喺你喪失精神能力時管理財產同埋財務。喺持久授權書生效前，必須滿足一啲技術上嘅要求。最重要嘅係，文件必須由香港律師見證，並由香港醫生，通常係精神科醫生認證。醫生會進行行為能力測試，確認你具備法律上指定嘅精神能力。為咗避免你嘅持久授權書被挑戰，你應該向你嘅律師諮詢，係咪需要定期評估或者每年更新持久授權書。如果當事人失去行為能力之前，未訂立一份有效嘅持久授權書，家人需要根據精神健康條例第2部分向法庭申請成為受託監管人。呢類型嘅申請需要花嘅時間較長，同律師費用較高，而且受託監管人每年都必須向法庭提交關於資金使用嘅報告。監護令，持久授權書可以處理財務事宜，而監護令嘅效用係為失去行為能力嘅人處理日常護理同生活嘅事。如果你考慮緊訂立一份持久授權書，或者向法庭申請監護令，或者對遺產規劃其他方面有任何疑問，歡迎隨時同我哋聯絡。